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3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239天。根据媒体报道这个前线总共记录了171次战斗，乌军不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目前已推进至皮耶善耶以北。与此同时乌军正在斯瓦托维方向向北和向南挺进。乌军摧毁了俄军的一座重型机械化桥梁，俄试图利用这座桥梁在哈尔科夫州的德沃里奇纳地区修建一座横跨奥斯基尔河的渡口。路透社报道说乌军已突入别尔格莱德地区3到4公里。据推测，此举旨在分散俄军对库尔斯克战士的注意力。乌军无人机摧毁了别尔格莱德州伊万诺夫斯卡亚利西查村一个大型俄军弹药库。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攻入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州，也就是与乌克兰接壤的这3个州乌军都已经突进去了。在库尔斯克不管怎么说这个俄罗斯方面说这个乌军在这里控制的定居点仅剩下2个，但截至这个消息发布之前尚未看到任何可信证据证实这个说法。乌军在库尔斯克目前还是控制100平方公里。那不管哪个说法正确至少说明这个3月底已经过去了。普京下令俄军要在3月底之前彻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再一次失败。俄军对乌军可以说是无能为力。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显示因为俄军伤亡过于严重，库尔斯克当地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从库尔斯克前线运往医院的俄军重伤员达每小时说几十人，但是这个具体数字说涉密。当地医院医护人员人均处理量比平时超过300%，包括走廊临时床位在内，病房占用率达到了187%，麻醉剂和血浆库存告急，一些伤员需要等待超过12个小时才能手术。以上说的都是重伤员，俄军的轻伤员现在没有后送的待遇，轻伤员就在前线那个战壕里面，对吧？那个简易的地下掩体里面自己养伤等待自己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特朗普和普京曾经唱了一个双簧，说在库尔斯克俄军包围了1万多乌军，有的说包围了6000多乌军，包了饺子。好像这个事到现在不了了之了。请问这1万人或者6000乌军现在到底是什么下场？就像普京多次在国际公开场合宣称又包围了多少乌军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成了烂尾工程就是没有后续，太监没有了下面。这个凤凰卫视他昨天他有个报道，他这个报道很有意思这个凤凰卫视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一直亲俄方的，但是这次也不知道太阳打哪边出来了是这个凤凰卫视的卢宇光他报道说库尔斯克战略遭军事专家质疑。怎么质疑呢？说俄军执着于夺回土地，忽视歼灭有生力量。那这个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质疑俄军的战略有问题，也就是说你不去歼灭乌军，你就知道去占领这些领土。那言下之意就是包围乌军6000人，歼灭他们，这彻头彻尾就是个谎言，没有的事。3月30日，俄军库尔斯克前线指挥部向媒体发布的战区地理定位坐标显示，俄罗斯军队已经推进至苏贾西南区域，目前在苏贾以北方向和西北区域约有乌军零星集群约2000余人，就是围着苏贾附近还有2000多人。今年3月中旬，俄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兵力优势一度达到了7:1，总兵力约7.8万人。你看看在库尔斯克的乌军一共就有1万多一点，但是俄军动员了7.8万人，加上那个司令官的部队跟乌军的比例是1:7，怪不得乌军迅速撤离那你说人家这是真正的人海战术再加上特朗普的神助攻，对吧？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情报共享。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特朗普暂停了对乌军的这个武器的支援和情报共享，普京才调集7、8万人，想一鼓作气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你看这个凤凰卫视说而乌军在库尔斯克的集群部队仅约不到2万人。此时乌军的情报支持被切断，防空导弹和远中火运转不灵，俄军完全有条件实施4面合围，将乌军精锐一网打尽。然而
乌军控制区从500平方英里缩减至仅30平方英里，乌军主力并未被歼灭。俄罗斯军事专家评述，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在作战中暴露出了一个显著的缺陷，即执着于占领土地，却忽视了歼灭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俄军犹如兵力和火力制约，发动战役多以平推为主，较少采取迂回、渗透或者包围的战术。这种策略虽然能在短期内扩大控制区，却难以对乌军形成致命性打击。库尔斯克战役本是俄军扭转这一局面的绝佳机会，但俄军却没有抓住这一良机，也就是没能把乌军这1万多人给他围在库尔斯克，而是采取平推的措施，就把乌军推回去了。我早就说了啊，这个格拉西莫夫啊，甚至俄罗斯人，他只会打呆战、结硬战，就是修那个苏洛维金防线啊，这叫结硬战。打呆战就是在那儿硬啃、平推，没有什么迂回包抄，对吧？没有什么切断后路，没有什么佯攻。你看啊，这是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这么说啊，说俄罗斯政治专家指出，2025年3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沙特利亚德会谈中推动俄乌停火，并暗示希望避免乌军在库尔斯克被屠杀的局面。作为利益交换，俄方限制了俄军的全力进攻。俄军虽于3月7日攻击苏贾补给线，但却未能完全切断乌军主要退路。由于俄军火力和兵力受限，使战役打成了击溃战。所谓的特朗普啊给普京打电话，这个纯粹是多此一举。这3年来啊，俄军就没有上演过包抄乌军的这种戏码，他想包也包不住啊。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俄军的机动性远远差于乌军。你不管乌军怎么说啊，他1万多人，人家都是北约装备啊，那个美国的装甲车是吧？什么布拉德利，德国的豹二坦克，还有黄鼠狼战车，这玩意儿机动能力很强的。俄罗斯的这个钢铁洪流是什么呢？你恐怕追也追不上。俄罗斯的机动能力也差，最主要的是战场情报能力。虽然啊，特朗普停止了情报共享，但是法国、英国、德国立马补位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俄军的一举一动，乌军还是了然于心的。就是俄军的部队调动，人家很清楚。虽然乌军没有办法抵抗，因为毕竟是7比1啊，将近8万的俄军，只有1万多的乌军，所以撤退避免被包围，这是上策，就没有必要在那跟人硬扛啊。所以今天咱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乌军啊突然从这个库尔斯克，对吧，大规模的后撤，现在就占了库尔斯克啊跟乌克兰交界的地方一片山区啊，丘陵地区，那个地方易守难攻。乌军就在那儿。你看，这个是俄罗斯人自己说的，俄军打仗这个战略还是有问题。咱们一直说啊，存人失地不可怕，对吧？总有一天地还会被抢回来。如果人没了，对吧？你地呀你也守不住，最终还要被人抢走。这个普京啊，是不是恶狠狠地说，让这个库尔斯克的乌军必须就地投降，缴枪不杀？然后他还搞了很多法律要审判这些乌，结果原来都是演戏，一个个都是戏精啊！我一直想啊，如果真的有几千的乌军被包围、被俘虏，那你说俄罗斯他能不开动机器疯狂宣传吗？这个正是打击乌军这个抵抗意志的绝佳的一个教材或者机会，他能放过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发表最新战斗视频，并说啊，犹如无人机的精确打击、反炮兵作战以及国防军各部门的专业工作，仅在过去1周，敌方炮兵系统的损失就达到了408个单位。自2025年初以来，俄占领者已经损失了4000多套火炮系统。谢尔斯基还表示，我们对战斗训练课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将其延长至1.5个月，并为战斗旅的新兵引入了强制性适应期，这导致本月的损失有所减少，也就是上战场之前啊，进行更长时间的训练，然后让他们有个适应期，这样减少乌军的伤亡。他说，然而仍有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努力达到最高的训练标准。据报道啊，说在卢甘斯克前线，乌克兰军队在新戈里夫卡地区推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军队已经完全夺回了兹维列沃的控制权。前不久啊，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啊，带着这个俄军啊违反协议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这些证据，对吧？要去找美国，找特朗普。这个俄罗斯啊，他也这么干。拉夫罗夫向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提供了一份乌克兰在30天停火期间涉嫌袭击的目标清单。
据他介绍，该名单也已送交联合国，也是给美国一份，再抄送一份给联合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声称，尽管基辅方面违反了协议，但莫斯科仍将继续遵守协议。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美第2次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个特朗普的头恐怕也已经大了。这个俄乌双方都到特朗普这告状，都指责对方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不知道特朗普怎么处理双方都拿了证据。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瑞典昨天发布16亿美元援助计划的详情，拨款9.21亿美元从瑞典军工综合体为乌克兰购买军事武器装备，4.65亿美元用于资助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各种资金以及对其军工综合体的直接融资，5000万美元购买机枪、小型武器弹药和医疗设备，还有5000万美元用于维护已转让的瑞典设备。为与乌克兰合作的瑞典公司提供4200万美元的出口担保，11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人工智能。你看瑞典又是16亿美元。根据这个俄罗斯消息人士报道说乌克兰工程师已经开发出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发现俄罗斯战术光纤 FPV 无人机的发射地点，从而可以追踪操作员。这一下可就完蛋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些 FPV 无人机的飞手你只要把这无人机飞，它后面不带着光纤吗？这乌克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一种解决方案，它能定位到你这个飞手所在的位置。而这个现在双方在战场上主要是靠飞手主要靠无人机轰炸，那无人机主要靠飞手去操作所以这个飞手这个非常宝贵，是被视为高价值目标他们要隐蔽性要好。这一下这个乌军只要锁定他们位置，那么一发海马斯，对吧？或者来个钢雨，那一下多少个飞手就全部成了耗材。我们看看德国这个德国驻华大使馆发了一个微博说额外30亿欧元用于乌克兰的短期援助，这一决定由目前的履职政府以及预计执政党共同做出，因为德国仍然坚定地站在乌克兰的一边。今天，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其任期内第11次访问乌克兰，即使在这俄罗斯全面入侵的第4个年头，乌克兰人民仍在顽强抵抗，以保护住宅区和能源基础设施不受导弹无人机的连续袭击。贝尔伯克把会谈的重点放在乌克兰迈向欧盟成员国接下来的步骤上。与此同时，这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仍在持续进行。这个贝尔伯克他马上就要辞任这个外交部长了，他要去联合国担什么代表所以说他在这任期最后一次去基辅访问。这个贝尔伯克他在乌克兰基辅他对记者说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上，我们将向美方明确表示，我们不应参与普京的拖延战术。他补充说普京假装愿意谈判，但丝毫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个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别看她是个女的，但她对普京的判断那是非常精准的。当地时间3月31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波兰6国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政治和人道主义支持。声明称，准备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实施新制裁，包括确保乌克兰处于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优势方。声明还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旨在限制乌克兰国防工业或伙伴国在乌克兰领土上军事存在的协议。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向乌克兰派兵，谁反对都没用。我给翻译一下就这意思。华盛顿邮报说欧洲伙伴正在考虑在战争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空军和海军。根据法国和英国的提议战争结束后，自愿联盟欧洲部队可能成为乌克兰的支柱。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这些部队称之为威慑力量。计划中，这些部队将保护远离前线的乌克兰的城市和关键设施，并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后勤支持和训练。欧洲国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向乌克兰派遣一个军事小组，以评估威慑力量所需要的兵力数量以及部署地点。欧洲方面还将与乌克兰协商，探讨如何加强其军队，以维持未来的前线稳定。根据2位外交官透露说欧洲的关注重点
已转向空军和海军力量。各国军方指出，地面部署大量部队存在限制，而其他国家则具备协助巡逻乌克兰领空或黑海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欧盟啊，这个志愿者联盟这些国家会开的非常多啊，但是实际行动非常缓慢。到现在为止啊，军队还没有派到乌克兰，还要几周之内。实际上，只要英法联军啊，你哪怕派100个人、500个人，你只要进入乌克兰就够了。后面对吧，就顺理成章啊，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啊，英国你看负责这个奥德萨的这个防卫安全，那法国呢，负责什么第聂伯罗斯克等等啊，就是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都有一个国家派着军队在那儿。那这个他所驻扎的那个城市的防空，那个俄罗斯肯定要去炸呀。那你英国、法国，你就得负责这个防空啊，管你是空军还是放导弹，总之这个地方你来负责。实际上这就是在跟俄罗斯交战呢，只不过他们不到前线去。现在的战争，严格意义上哪有什么前线后方啊？所以说啊，这个会要开，但是更要积极行动。这个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就是美国的政治新闻网报道说，德国正式启动2战以来首次海外永久驻军计划。德国于4月1日正式启动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永久性海外驻军计划，在立陶宛部署一支5000人的装甲旅。这个政治新闻网称，柏林此举旨在加强北约东翼防御，以应对俄乌冲突。这个波罗的海3国就担心啊，俄乌一停火之后啊，这俄罗斯马上就要出兵波罗的海3国，所以他们非常紧张，而且他们也反对停火，他们希望援助乌克兰，对吧？要拖垮俄罗斯。你看现在德国很厉害，直接往立陶宛派一支5000人的装甲部队在那儿，这意思那就要跟俄罗斯干了。报道称啊，该旅预计将在2027年前具备全面作战能力，未来将驻扎在立陶宛境内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普德宁凯的一处新军事基地内，该地位于维尔纽斯以南约30公里处。你说你等到2027年才形成战斗力，那还有2年。不过现在啊，有150名德国士兵驻扎在立陶宛，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增至500人，就是德国已经派了150人在立陶宛了，2025年年底增加了500人。这让我感觉啊，德国要蹬开自己身上的枷锁啊，叫今日方知我是我。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啊，3月31日访问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默。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啊，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逐渐失去了耐心。斯图布当天到访唐宁街，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时，他表示啊，两国在北约组织中密不可分，很高兴英国在乌克兰及其他问题上展现了领导力。这个斯塔布啊，芬兰总统啊，他上周末啊刚见过特朗普本人，还跟特朗普啊打高尔夫。这个媒体也报道了啊。那就在打高尔夫的时候啊，这个斯图布啊就跟特朗普讨论了双边关系与乌克兰问题。然后这个斯图布说啊，特朗普是有技巧的谈判家，试图找到正确的平衡。当特朗普问他能不能相信普京时，也就是特朗普啊边打高尔夫啊边问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啊，说我们能不能相信普京啊？这个斯图布回答说不能。然后这个斯图布说啊，如果俄罗斯在复活节，也就是特朗普上任满3个月前不接受停火，应该对俄罗斯实施巨额制裁。这个以前都是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呢，说这样的话，这回是第三国的领导人，对吧？是芬兰的总统，他出来这么说。当然呢，这个特朗普说的话也几分当真，对吧？几分能算数，这也不好说啊。至少可以反映出特朗普确实对普京啊，对吧？有点怨言，虽然不敢发作啊，虽然还是在恐吓，但毕竟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甜蜜了。这普京啊，太不给他面子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卢比奥啊，他对记者说啊，他说特朗普不再承诺100天内结束战争，就是特朗普从24小时结束，后来改成3个月，后来改成6个月，又改成100天。这个卢比奥现在说啊，特朗普已经不再追求100天之内结束战斗，他说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怎么说呢？也就是特朗普和他的这个小集团、小团体啊，已经放下了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个担子。我一直说啊，你特朗普这要设定了你要
短时间内实现和平，要停火，你自己设这个目标，你只要有这个目标，有这个诉求，有这个执念，那地保老人就会抓住这个来跟你博弈，相当于你就授人以柄。如果特朗普现在没有这个执念了，是吧？就是说，也就是叫能停火就停火，不能停火你们先打。你摆出一副这种姿态，谁着急？实际上就是普京又开始着急了，这就是一种心理博弈啊。如果你特朗普摆出一副无所谓，对吧？你们俩爱打你打吧。真要你要摆出这个姿态，那着急的就是普京。这个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4月1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啊，他说约73%的乌克兰人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乌克兰不利。这一数字较2024年12月大幅上升，当时只有21%的人对他持负面看法。去年12月，在特朗普连任后上任前，54%的乌克兰人认为新任美国总统将对乌克兰产生积极影响。3月份只剩下19%的人呢这么认为，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已经不再对特朗普有什么幻想，不再信任特朗普。关于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啊，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财联社4月1日电呢说，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与到访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瑟比加透露，乌外交部已收到美国方面提交的新版矿产协议文本，并已就此展开首轮磋商。瑟比加表示乌克兰致力于推动达成一份契合双方利益的协议文件。这个瑟比加说3月28日，乌克兰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接受了美方提供的矿产协议新文本。截至目前，乌美双方已围绕该文本进行了一轮磋商，乌方将继续与美方紧密协作，推动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协议签署文本。也就是双方对这个矿产协议的文本还在推敲，还在改。总之这个特朗普想趁火打劫，这个是没门，对吧？你要想获得相关利益，那你就得必须承担相对等的责任。你把乌克兰的所有的矿拿走了，那你就得负责保护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否则对吧？乌克兰的经济命脉，连大基建都要被美国掌握，那乌克兰拿什么加入欧盟呢？这个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威胁如果普京不接受停火的话，那么就要对俄罗斯实施2级关税。这个2级关税什么意思？美国媒体称2级关税实质上就是货币制裁手段。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石油产品明面上是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就是针对所有购买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石油产品的这些买家，统统的要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什么叫2级关税呢？就是你从俄罗斯买石油，他也不能通过俄罗斯加关税，他也不能通过你这加关税，但是你在跟美国做生意就加关税，这叫2级关税，应该这么理解那你说这就导致很多人就不愿意去俄罗斯买油了，对吧？全世界那么多油，为什么买你俄罗斯的呢？俄罗斯的油虽然稍微便宜一点，这个大棒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印度已开始为俄罗斯石油供应被禁止做准备。你看印度这个转弯掉头非常快，他已经做好了不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准备了。4月1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也就是有可能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实施2级制裁，这迫使印度公司寻找替代供应商，也就是那印度就不能从俄罗斯买油了。你要从俄罗斯买油呢，特朗普可要制裁印度彭博社援引收到招标通知的交易员的话透露此事，说印度国有的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也表示现出积极迹象，他们正在试图就购买中东、北海和地中海开采的石油进行谈判，马上找别的客户了。消息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之前，印度私营和国有炼油厂都相信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不再受到威胁，毕竟他们已经学会规避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今年1月批准的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制裁。印度对俄罗斯石油很感兴趣，因为俄罗斯在被制裁下愿意向买家提供大幅折扣，说白了还是便宜嘛。这些供应商使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增加了利润，并减少了对中东和非洲石油的依赖。然而，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他的计划，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风险可能会超过合作的好处。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对乌克兰实行临时治理后，白宫方面发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威胁。这个特朗普这一点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普京不说了吗？让联合国托管乌克兰，你说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干涉乌克兰内政连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
雷斯吧，人家都说了，对吧？这是人家乌克兰有自己民选的政府，都是合法的。所以普京的这个说法啊，激怒了特朗普，对吧？我跟你谈停火，你说要把乌克兰领导人给换掉，驴头不对马嘴。所以这个特朗普开始怀疑俄罗斯是在拖延和谈，所以有可能啊，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2级制裁，也就是还有20来天吧，看看特朗普到底敢不敢制裁，看看是不是普京自己软了。这个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啊，这个大国啊外长不是在俄罗斯访问吗？普京啊接见了大国外长，这里面大国啊外长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啊，大国愿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支持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外长呼吁继续推动和谈，强调和平协议应具有约束力，并为各方所接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也就是你看啊，就是他是跟普京说啊，继续推动和谈，你不和谈，对吧？你不停火，这说不过去啊。你看这是不是更像是在给这个普京在施压？因为乌克兰已经说了，对吧？他是无条件同意停火，跟美国早就达成一致。现在不停火的是普京啊，普京一边说和谈，一边在战场上猛攻。他认为他在战场上是占便宜的，他还打100年，他表现出这种破罐子破摔啊，这种打到底的这种心态。结果这个大国外长就说了啊，要继续推动和谈。这第2句话更有意思了，说强调和平协议应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这次签的和平协议啊，要有约束力，你不能想撕就撕啊。对吧？你俄罗斯人，你签协议是不是用来撕毁的？对吧？你签了那么多协议都没有约束力嘛？布达佩斯备忘录，对吧？也是你签的，你本来要保护乌克兰的，结果你要侵略乌克兰。明斯克协议，对吧？也是你签的，结果你扭头就把它撕了。第3个他说啊，这个和平协议啊，为各方所接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看这个和平协议不光是你俄罗斯同意，乌克兰同意，欧洲也得同意啊，这各方都要接受啊。这个表述啊，总之啊，有那么一点微妙变化，是不是跟那个对吧？我们在后面支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吧？对于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啊，两个人在唱什么？咱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